消防處助理處長姜世明工程師，物業管理監管局主席黃江天博士，副主席黃巧欣女士，香港工程師學會消防分部主席黃振業工程師，香港工程師學會消防界別諮詢委員會主席梁冠康工程師，各位嘉賓，各位現場同網上嘅業界朋友，大家好。我代表香港物業管理公司協會，歡迎大家出席今日嘅講座。消防安全一直係我哋業界非常重視嘅議題。無論喺之前發生過嘅大型事故，定係日常物業入邊大大小小同消防有關嘅事件，都不斷提醒我哋，消防安全絕對唔可以掉以輕心。今日我哋聯同物業管理監管局，特別邀請咗消防處、香港工程師學會同埋我哋業界嘅專家，一齊同大家分享實務經驗同專業嘅見解，希望可以進一步提升業界嘅消防安全意識，並且提供更貼地、更實用嘅安全指引。我哋香港物業公司協會一直努力做好橋樑嘅角色，凝聚唔同範疇嘅專業力量，包括物業管理、設施管理、測量、工程、法律、保安系統等等，希望透過跨專業嘅合作，一齊推動行業嘅標準同埋提升專業嘅交流。我哋相信，只要多方面合作，先至可以真正提升樓宇整體嘅安全水平。同時，我哋都好清楚理解社會大眾、業界同唔同持份者對消防議題嘅關注。政府上星期喺立法會會議都提到，未來會有好多相關嘅法例同政策落實。我哋協會會繼續做好業界嘅橋樑，希望幫助政府理順政策，確保措施切合實際需要，到位執行。喺度，我再次多謝物業管理監管局嘅全力支持，同埋多謝所有等陣會同大家做專題演講嘅專家，包括消防處嘅艾 Sir、吳 Sir、工程師學會嘅李教授同黃博士，仲有我哋 APMC 嘅 Johnny 哥。同時，亦好感謝各位會員公司嘅管理層喺百忙之中抽時間親身到現場或者在線參與，充分展現咗業界對消防安全嘅重視同埋承擔。我希望今日嘅講座唔單止係一個培訓，更係一個機會俾我哋一齊去檢視現行嘅做法，互相交流學習，並且將今日嘅學到嘅嘢可以帶返喺日常工作，切實提升樓宇消防安全管理嘅水平，為市民提供一個更加安全嘅居住同工作環境。我喺呢度同大家拜一個早年，祝大家工作順利，身體健康。多謝晒。